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黄豪光牧师，欢迎来到豪情日志这个节目。我们制作这个节目是要为大家提供一份全方位的读经辅助。在这里，我会逐一探讨圣经66卷书的亮光，从每一卷书、每一章以及每一个段落，我会深入浅出的解析经文背景，厘清上文下理，并分享实用的灵修与应用的意义。在这个系列影片中，我邀请了讲国语的义工为大家朗读我的解经心得，请你用大概5分钟的时间专注聆听，明白神的话语，与神同行。我建议你在观看这个解释之前，先读那段经文，愿圣灵亲自引导你领悟真理，祝福你在天天读经之中，生命得着持续的更新与成长。